没法是无有自信，可是又互相依赖啊。那这个依赖的这个作用，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互相依赖的这种作用呢，那难道不是自信有的吗？从境上而有的。虽然个别的法是无有自信的，但是依赖的本性，这个不是自信有的吗？所谓的依赖本身也是互相依赖而有，并不是无有依赖的依赖，无有依赖的依赖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所谓的依赖，无有自信并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依赖的性质是没有的。那哪怕是依赖性本身也是依赖性啊，所以不依赖的依赖性是不存在的，不依赖的依赖性是不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法单独看的时候是无有自信的，但是没法是互相依赖才有的。那这个依赖性本身是不是自信有？那尊者的回答是说，不依赖性，不依赖的依赖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的依赖性都是依赖的。像是《宝鬘论》里面所说的，之前我们说的，唯名本身也是唯名的嘛，所以依赖性本身去观察之后，它也是完全依赖他者而有的。之前所说的，有时候我们讲唯名而有，唯名而有，好像觉得名和势呢，好像很有权势的感觉。其实唯名安立而有本身也是唯名安立而有的。现在我们说到了一切都是依赖而有，依赖而有，所以你会觉得说依赖而有好像又是自信有了。其实依赖性本身也是依赖性啊，也是无有自信的。一个问题，我一直对我慢，这部分很困扰。我会觉得说，对我的学习、修行的这种真相感到满足。那您对此有没有任何的建议？我因为我慢而困扰，也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我学得不错，会产生这种的傲慢心。那这个会产生修行上的这种障碍吗？那对此有没有任何的建议？也就是心有傲慢的缘故，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种自满的感觉。这有两者情况，一个呢真的是傲慢，一个是自信。自信的话是有理由的，如果你真的是很努力的，那这个自信是需要的，这不能放弃哦，这是有理由的。但是有一种是加油添醋的而产生的这种我慢心，那就是不符合理由了。所以的，像是第四达赖喇嘛所说的，我慢心呢，好像是，就是由这种非理作意认为自己很强，而来去轻视他人的感觉。但是自信呢，绝对不会有轻视他人的这种作用，会觉得说我也要帮助他人，而且尊重他人，他不会有轻视他人。所以我慢和自信的差别一定要认知。像是菩萨们完完全全的贡献，给他人，而且服侍他人、服务他人，从内心深处把自己贡献给他人。所以你必须要强大的自信才有办法做到，否则很难去把这种爱我执给它压下来。所以我平常会这么说，对自我的满足有两者吗？
也就是我的这种的把握呢，可以分两者，一个呢是轻视他人，那这个是要断除的，是要舍弃的。但是透过理由、反复的思维，那我爱我执，是我的仇敌；爱他心，是我的最好的亲友，来去取友。所以为了能够把这个爱我执压下来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修爱他心的这个我呢，也要非常强而有力才有办法做到的。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些的情绪是自然发起的话，大部分呢都是属于负面的情绪。有一些的情绪必须透过思维、透过理由、正当的理由产生的，这些都是属于正面的情绪。如果只是自然而然产生，是不需要不需要经过学习，不需要经过正当的理由，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大部分都是属于负面的情绪的。但是透过了合理的这种思维，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这种情绪呢，大部分属于正面的情绪。心的差异呢，是以智慧来去判断的。完全的爱护他人，但是不想要占有他人；有自信，但是不傲慢，很谦虚但不沮丧，这种都是透过智慧来去做判断的。下一个问题，您时常说观察的重要性还有必要性，而且不要重复的念这个咒语，像是鹦鹉般的。但是在我六座上师瑜伽修法，我发现空性的思维很重要，而且菩提心的这种思维也很重要。但是其他好像，我觉得我好像鹦鹉般的，我在重复的念诵而已。六座上师瑜伽修法呢，是跟升起次第有关的，六波罗蜜多的修法有关的，以及个别的本尊的三面也是有关的。那这些都要了解。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就像是鹦鹉；如果你懂的话，就不是鹦鹉了；不懂的话，就是鹦鹉了。一开始像鹦鹉的话，那也不错啊，因为你有这种的感觉了，所以你会想要让自己不要像鹦鹉般的，你才会努力嘛。下个问题，怎么样去训练接受诸法如幻化呢？也就是说，所见和所在不同嘛，不同的话叫做幻化。你所看到的和实际上所存在的不一样的话，这个就是幻化。因此，自性空的认知很重要。没有办法以经验去除了自信的话，那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所见和所在的不同，那幻化的这种体验就产生不了。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说这些都是幻化般的。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很独立真实的，是自信有的，以自己的力量呈现自己的性质。这个部分要遮挡之后，才有办法产生幻化的经验，幻化的体验。下个问题。
您如何去从吉天菩萨所说的仇敌，还有利气哲论里面所说的断除恶友之间做个和解？所谓的远离恶友的意思，并非说从心里面对于这个恶友的怜悯心放弃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叫我们不要随着恶友给控制，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从内心的深处里面对恶友呢放弃了他的怜悯心呢，这是有违菩萨戒的。因此，从内心深处完全放弃恶友的意思呢，并非是远离恶友的解读。远离恶友的解读是不要受恶友的控制的意思。如同在修行八颂里面，就是自己对某个人很好，而且真的对他有加倍的这个照顾了，可是这个人呢不止不懂得感恩，反而还伤害你的话，对这个人呢要更加的来去怜悯他，这个才是佛子行的。当我们不接受对方仇敌所做错的事情的时候，那是否我必须要去禁止他们所做错的事情呢？是的，因为菩萨的46条恶罪里面有说到了，如果因缘聚合的话，看到对方所做错的行为呢，必须要去阻挡他。总之，如同入行论所说的，就是对比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暂时和究竟的利害来去做对比之后，来去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包括了日出日落等所有的生活的一切，难道都是从业力所产生的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日落日出等，全部都是由业力所产生的吗？这可以分两者。之前我说到了法性正量，那这个并非是跟业有关的。还有因果之间的关系，这也不是由业来去形成的，这个是法性嘛。还有我们的心以及外在的物质等，这个也是由因缘而有的，这个都是属于法性的。还有这世界形成是由透过宇宙的这种围城所现起的，这个也是法性的，这个跟业没关的。或者是意识的续流是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个也是跟业没有关的。在入行论的下面这一段也有说到，像是花朵的形状、颜色，还有它的味道等，这是由之前的因缘而来产生的。那这个因缘也是由它之前的因缘而产生的。是物质本身，它有这种不同的种类、不同的类型而产生。那什么是由业而产生的呢？就是我们内在的痛苦和快乐是由业而产生的。业就是动作嘛，由自己的动作来去决定将来的苦乐。现在的苦乐是由过去的业、过去的动作来去决定的。因此，很细微的这种业果，为什么说叫做极细微必分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善业感的善果，恶业感的恶果，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可以看到。但是至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而产生这种果，很细微的部分呢？这个只有一切片质断除了所知障之后，很难了解，否则很难了解。
还有气世间，是很多气世间是真上果，这个跟业有关的，也就是将来在这个气世间投生的有情，跟这个有情的业有关的。至于什么样的业产生这种气世间的这种变化，这个呢就是极细微隐蔽分了。下一个问题。教导慈悲和智慧最好的善巧的方法，尤其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那这个次第顺序是什么？首先，先讲量子力学嘛。它会帮助你啊。也就是说，并非从镜上那么真实，而且事的续流不只是物质没有无方分以外，一切都是有方分。同样的，意识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有方分的。科学家他们很喜欢缘起见、缘起互相依赖的这种观点。如同400论里面所说的，佛陀所说的隐蔽法、缘起见，这个性空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必须得相信。这就有说到，那所谓的性空就是缘起性空了。光是空性本身，我觉得不一定说是很适合的，因为光是空性来讲的话，好像就一切空的感觉。如果讲性空缘起的话，或缘起性空的话，可能会更好。不只是对所有的人，像有部、经部等等，他们也觉得说空性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而且佛陀在《般若八千颂》里面说：“无有恐怖，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不需要让人害怕嘛，要让人欢喜嘛。因此，如果不好好的思维空性的话，没有智慧的人呢，会因为空性而获得了痛苦的。所以要非常的仔细，要非常的小心。现在四部的论师，他们所说的这一种空性的或者无我的这种观点越来越深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让我们不会完全否定一切的名言，以这样一个目的呢，来去安排这个四部论师的这种宗义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西方呢，一直在强调物质的这种进展，对精神的提升呢，有点忽略了。那您
在这个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上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个明天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我会讲到，我会说下一个问题。佛如何看到世俗谛？在佛谛的时候，所有的分别心都断除了吗？那就没有所谓的明示安理了。那佛陀怎么看到世俗谛的？世俗谛都是由分别心所安立而有的，为明示安理有的这个事就是分别心嘛。那佛陀证得佛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分别心了，怎么看世俗谛的呢？一切骗智是现证、限量，一切骗智见诸法的这种见法呢，是透过了有情，因为有情会看到这些世俗谛，像是自性相来讲的话，是众生会看到。那这一种的自性相被众生看到的这个自性相会被佛看到。但是这个自性相不是直接呈现给佛，被佛看到了，而是众生看到自性相的缘故，所以众生会知道说，哦，众生看到自性相，间接的看到自性相，那是因为众生看到的缘故，因为自性相是明眼有的嘛，而且，在经典里面有说到，一切的事，只要是一切骗智以外，一切的分别心呢，都会看到自性相嘛，所以这种的自性相，无论是我这种的自性相呢，由众生的业力所看到，或者由众生的因故所看到的这个部分呢，是会被一切骗智所看到的。但是这并非是如来自力的去看到的，但是无漏法呢，这是菩萨这种无漏法呢，是如来以自力去看到的，但是为清净法或是有漏法呢，是由众生力而看到的。所以佛陀看的时候，看法两种看法，一个自力看的，就像是清净法或者是无漏法；一种以他力看到的，像是污染法或者是为清净法。最后的问题，最后第二个问题。怎么样去对治我们的懈怠？我也很懈怠啊，我不知道。那还有什么？下一个问题。这个是自己有没有兴趣吧？有兴趣的话呢，就不会懈怠了。最主要是要看这个有什么利益吧。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因为佛所说的我相信，因此而产生兴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有这种的说法，经典上虽然有这么说，但是我们现在时机还未到，有这种的俗语。最主要是要看到目的嘛，看到利益，你才会想要做。40年前，在达姆萨的图书馆呢，有一个印度人，那时候在讲法嘛，有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他说去了图书馆那边，他们说到了菩提心、爱他心的这种开示，他很高兴，他很欢喜。那之后讲到了地狱，地狱里面又讲到热的，又讲到冷的，于是呢，他觉得好无聊，他就离开了。
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人真正想要伤害你，你怎么保持慈悲心呢？其实我已经回答了，也就是对自己有伤害的人，也就像刚刚所说的，但是实际上状况是怎么样呢？对方的损害的行为，如果让他继续做下去的话，那我们就等于宠坏他了，让他去做坏事了。那对他内心保持怜悯的情况下，来去禁止他的这种恶行。那如果自己禁止的这种行为没办法帮助到他人的话，那就无所谓了。谢谢，晚安。